喺呢個風雲萬變、局勢萬變嘅時代裏面，感謝主帶領教會喺波蘭開展已經踏上第4年，由當初嘅收容難民建立教會，到今日同烏克蘭嘅弟兄姊妹一齊喺波蘭傳福音俾波蘭人、烏克蘭人同埋各民各族嘅人。呢個實在係主榮美嘅計劃同埋愛夢嘅實踐，亦都係歷代團隊勞苦嘅果效。而家喺波蘭2個城市都有合主心意嘅教會，都有購買咗嘅物業作長期拓展。神嘅道路高過人嘅道路，佢利用環境加快我哋開展波蘭城市克拉科夫嘅腳步。2024年9月，教會喺克拉科夫買咗新嘅聚會地方，原本想盡快成立另一處烏克蘭收容中心，但考慮到而家嘅設施未係最適合烏克蘭難民居住，教會決定計劃裝修工程，但又因為人手不足，工程被耽誤。另外喺波蘭本地中，我哋亦都要需要時間去建立名聲。福音方面看似困難重重，但係我哋未諗到神喺2025年為教會開更榮耀進入本地社區嘅出路。由於2024年我哋能夠成功申請關愛中心為波蘭非牟利機構，喺2025年主為我哋預備咗3個唔同非牟利機構成為關愛中心提供社區服務嘅合作夥伴。佢哋包括 Freedom Space、IB 同埋 Multicultural Centre。喺4月份，主預備咗從世界各地嚟嘅退休大軍成為唱歌表演團隊。5月份又有從香港音樂侍奉團嘅弟兄姊妹前來協助，佢哋用唔同音樂表演同埋亞洲民族舞蹈到處傳揚關愛服務精神。於是我哋進入唔同非牟利機構中作見證，其中包括 WSB University 喺 Freedom Space 舉行嘅 Spring Festival、Children's Day Celebration、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Christmas Party， 當中有44個新朋友參加，同 City of Krakow 合辦嘅 Family Picnic、Multicultural Picnic， 團隊着咗中國民族服裝上台表演，關愛攤位內容豐富，成為全場最熱鬧嘅攤位。我哋有機會參加 Intercultural Dialogue Bench， 甚至能夠同市長見面合照添。我哋亦都同 International Bund 合辦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由於好多由香港嚟嘅團隊都有豐富嘉年華表演經驗，令到波蘭本地人對我哋嘅才華同埋能力都刮目相看。喺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Day Celebration， 我哋更加能夠見證義工無私嘅團隊精神。喺過去1年，好多團隊都突破侍奉領域，為主嘗試載歌載舞，連烏克蘭姊妹都嘗試一同跳中國舞表演，結果所有表演都十分成功，令本地人對華人基督徒產生深刻嘅印象。因此我哋得到好多人嘅欣賞。波蘭本地人都稱讚弟兄姊妹嘅團隊精神十分卓越，甚至書面稱讚團隊嘅工作。我哋對人嘅熱情、關心感動咗好多嘅參加者。NGO 負責人甚至想邀請我哋去佢哋嘅機構舉行團隊訓練講座。感謝主，關愛服務精神被廣泛地傳開。另一方面，神預備咗唔同嘅人士同埋組織主動嚟訪問關愛中心。喺4月份，香港浸會大學同一間法國大學嘅大學生交流組織主動詢問波蘭關愛中心，盼望了解烏克蘭收容中心建立嘅故事、背後嘅理念同埋烏克蘭難民嘅需要。其中嘅內容將會成為烏克蘭難民歷史短片。喺10月份，網絡女專欄作家 Karina 為關愛服務做咗一次詳細嘅專訪，其中包括波蘭關愛中心成立嘅背景、義工服務精神同埋受惠者感人嘅故事。
佢表示十分欣賞關愛義工對烏克蘭人付出嘅愛心。弟兄姊妹無條件嘅愛心付出，實在係令人感動。喺呢年間，由於關愛服務得到廣泛嘅認可，其中吸引咗唔少嘅兒童家庭、大專留學生、專業人士嚟參加我哋各種興趣班、多元文化嘉年華會同埋畢業禮活動。例如2025年嘅暑期英語日營，我哋大約接觸咗20個有心家庭，好多嘅家長都係專業人士，超過15個學生表示決志信主，有家長成為活動義工，亦都有家長決志開始返主日或者係小組聚會。暑期班過後，我哋組織咗唔同類型嘅小組聚會，包括烏克蘭青少年小組、3個家庭上門小組、網上家庭小組、網上大專小組、烏克蘭境內網上姊妹等等。另外，每個主日聚會有更多初信弟兄姊妹開始穩定，我哋盼望能夠牧養、興起成全本地嘅初信弟兄姊妹起嚟，為進入烏克蘭建立主心意教會作好準備。除咗烏克蘭人，透過多元文化交流活動，神帶領我哋認識咗超過20個國家嘅人士。求主繼續為教會廣開又大又廣福音嘅門，將更多有心平安之子賜俾東歐教會，早日完成主心意，迎接主榮耀再臨。感謝主祝福咗烏克蘭青少年嘅牧養工作，使佢哋心靈同埋侍奉方面都有好大突破。自2024年中開始，我哋同烏克蘭嘅青少年有真理追求同埋訓練聚會，幫佢哋打穩個人親近主嘅根基。踏入2025年，佢哋嘅心更加被預備好啦，願意承擔更多侍奉。訓練聚會就成為咗佢哋侍奉嘅裝備。佢哋開始喺兒童聚會中帶遊戲、領詩、預備同埋分享信息。佢哋一啲都唔覺得侍奉係擔子，反而好快樂能夠為主作工。過程中學習倚靠主，經歷主幫助佢哋，同埋主欣賞佢哋。佢哋單純嘅心都好鼓勵一班同工嘅心啊！喺8月份，烏克蘭嘅青少年同埋香港中學大專嘅弟兄姊妹進行咗2次 Zoom 嘅網絡相聚，彼此分享到佢哋親近主同埋兒童侍奉中嘅經歷，互相激勵。香港嘅弟兄姊妹唔好睇小自己啊！你哋愛主嘅心靈真係能夠影響世界㗎。喺呢次嘅網絡相聚中，阿騰分享到佢同媽媽喺我哋中間聚會嘅時候，已經好欣賞我哋嘅擘餅聚會。期間有段時間返咗烏克蘭1年幾，都效法我哋聚會嘅模式，每個星期喺屋企入邊擘餅，唱我哋當中嘅詩歌。有時1星期更加多達4次擘餅紀念主啊！屋企裏邊只有佢一個弟兄，當時只有16歲嘅佢就為餅杯祝謝。一開頭連點樣擘開個餅都感到手足無措，但係一次次擘餅裏邊，佢好經歷到主嘅同在同埋挨近。又因為烏克蘭境內嘅情況，有時喺聚會中都難免會感到憂慮，但係佢好經歷到主喺佢心裏邊賜平安，幫佢扭轉呢啲嘅感受同埋心思。兒童都有復興啊！暑假期間，我哋同2個兒童有天天唱詩敬拜添，佢哋都好渴慕同享受，又喺兒童聚會中分享感恩。Anya，一位11歲嘅妹妹，自今年入住收容中心後，我哋幫助佢清楚信主，學習親近主，未受浸就主動要求參加擘餅聚會啦。成人方面，今年一班婦女更加投入神家，同團隊弟兄姊妹更加埋。佢哋喺生活上、工作中更多倚靠主同感恩。
烏克蘭男士 Dima 喺一次小組後傾到關於停戰後嘅計劃嗰陣，佢更毫不猶豫表示：我並沒有什麼計劃，除非係喺自己嘅國土上面建立神嘅教會。今年波蘭人中都有結果子。2024年年尾開始接觸嘅波蘭青少年沃沙娜，係主賜俾波蘭教會嘅平安之子。透過關係線邀約佢嚟參加興趣班，之後穩定小組牧養。佢好熱情㗎，好鍾意幫小朋友，都好深得小朋友嘅喜愛，成為我哋喺開班、社區接觸人嘅活動上好得力嘅幫手。更喺開班中分享義工見證，講述佢喺我哋呢度更深認識神，經歷神嘅家。佢表示幫人嗰陣都好快樂。感謝主，今年嘅暑期班有9位小朋友表示信主，主又使我哋繼續有機會走進學校同社區，藉住喺學校開班，使我哋吸引到一批家長同學生穩定參加興趣班，當中更有家長非常欣賞我哋，仲製作精美嘅禮物俾我哋送俾小朋友，願意成為我哋嘉年華嘅義工幫手。我哋又喺社區會堂舉辦嘉年華，又有機會喺校內全城嘅大型嘉年華中擺攤位，甚至能夠向集會嘅市長介紹關愛中心嘅慈惠工作，又喺全國最大最知名嘅慈善團體 WOSP 所舉辦嘅活動中有份，喺市內人流最多嘅商場中宣傳關愛中心，使更多人認識我哋。喺接觸波蘭人嘅活動中，唔單止有烏克蘭弟兄姊妹幫助我哋，更唔少得波蘭初信弟妹。喺唔同嘅團隊幫助下，佢哋已經漸漸成長。波烏兩個群體嘅青少年，亦透過小組、家生活、接觸人嘅活動中走得更密，突破語言同文化嘅界限，越嚟越相熟。今年年初同年尾，我哋分別喺克拉科夫同扎布熱舉辦咗2次波蘭同烏克蘭青少年 camp。年尾嘅 camp 中，波蘭妹妹更第一次參加主日擘餅同信息聚會，佢哋都好享受聚會中主嘅同在。呢個係我哋歷史性第一次3個民族一齊擘餅，願榮耀歸俾神。面前渴望能夠有波蘭人喺我哋中間受浸擘餅。另外，主都祝福咗我哋喺網路上嘅多媒體宣傳。現在我哋有網站、YouTube、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等等，都有家長稱讚同埋推薦我哋嘅興趣班。我哋積極翻譯同製作烏克蘭新詩集同 MV， 全部由烏克蘭弟兄姊妹校對、插圖、設計冊面同唱製。想望2026年能夠更幫助全教會唱詩敬拜同擘餅聚會中更深享受主，同俾主更大嘅享受。2026，我哋團隊中都有好幾位可以取得臨時居留證，可以自由出入歐盟，所以我哋都計劃入烏克蘭探望回歸嘅初信家庭，或者到歐洲其他國家探望各城教會。求主喺烏克蘭同歐洲大大復興佢自己嘅工作，有最滿足主心意嘅教會，迎接主嘅再來。帶領